咱台湾四面环海，有咱台湾的海洋文化，所以对海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。伫新竹着一群少年家为着要提醒民众重视海洋污染的问题，成立一支海洋巡守队。这10年来固定举办拼海报的活动，甚至把海报扣来的这个浮球筒啊改编做新的乐器。从海边捡来浮球，改造成沙铃参鼓，演奏出好听的乐曲。这群来自新竹县市的囡仔，拢是海洋巡守队的队员。大家透过收集来海洋垃圾，创作出特别的乐器。觉得这样比较不用去买，这样可以比较环保，然后也觉得这样很有艺术价值。因为平常的鼓要买很贵，来用这个做很环保。很多的这种废弃创作啊，它只是一个装饰品，但我们希望它除了装饰之外，它是可以玩的，它是可以跟着孩子们一起成长的。香山少年环保巡守队是在地民众自发成立，到今已经6栋外。目前新竹市除了炸断河川垃圾来减少海洋污染，在海洋的部分就交予环保巡守队负责。今年找来30个家庭，做伙清除超过35吨的海洋废弃物，能够更重视我们对海洋废弃物的这个清理的一个重要性。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，把我们的海洋整理得更干净，清理得更干净。这群少年人透过清除海洋垃圾的过程，亲身感受海洋污染的严重，也感受海洋环境教育的重要性。巡守队会继续做伙守护海洋资源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